咱无法度决定生命的长度，不过会当决定的是生命的宽度。清华大学有一位学生叫做李欣田，高中的时阵得到骨癌，经过13摆手术，大学2年的时阵甲倒骹锯掉，不过伊并无来失智。大院的时阵，若申请管顾离休课，佮甲家己锯骹的心情写落来，摕到文会奖的大专社会组第1名。伫咧今年，伊嘛受到总统教育奖的肯定。优秀的面貌，佮加上甜蜜的笑容。虽然讲因为得癌失去了倒脚，不过伊李新田依然乐观面对，把家己的故事写出来，唔但摕到文会奖大专社会组第1名，佮受颁今年的总统教育奖。这些年来体悟最深的就是，现在看起来很糟的事都不一定是很糟的，那最后可能都会是一个 a blessing in disguise， 可能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的。另外一位前埔的咧走运动店的老友伟，细汉时因为破病，视力变0.03，虽然读册比别人较吃力，不过伊唔但成绩优秀，佮在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摕到真好的成绩。在学习上，除了需要仰赖各种的放大软体，还有放大纸本之外，我还需要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。这届清华大特别颁奖，和包括李新田以及老友伟等等的17名学生，嘛希望借因的故事鼓励大家珍惜生命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